好多人成日以為港元年年穩喺7.75至7.85嘅1美元，冇升冇跌，風平浪靜就代表香港金融零風險絕對安全。其實你睇錯咗，呢個幾十年不變嘅匯率區間根本唔係穩定，係香港用晒經濟彈性、市民同中小企嘅代價換翻嚟嘅表面平靜。今日我哋咪開層層外殼，徹底講清楚港元聯繫匯率嘅真實運行邏輯、隱藏風險、長遠危機同未來出路。普通市民、打工仔、投資者、老闆一定要聽晒，事關你嘅樓價、供樓壓力、存款回報、生意營運，全部同呢套制度掛晒啦。喺全球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嘅大環境入面，港元走勢一直係最令人迷惑嘅存在。絕大部分香港市民、普通投資者平時根本唔會特登去睇港元匯價升跌，皆因佢長年被困喺極窄嘅區間入面震動，單日波動幅度往往唔夠1美元嘅7/1000，長期維持喺7.75至7.85港元澳換1美元呢個固定範圍。呢種近乎死板嘅走勢，令港元成為全球主要貨幣入面最佛系嘅幣種，唔會有暴升暴跌嘅戲劇性行情，亦唔會出現突發嘅匯率黑天鵝，日復一日維持住近乎靜止嘅運行狀態，亦因此成為大眾最容易忽略嘅金融指標。但金融市場永遠都係一個鐵律，表面越平靜嘅盤面，幕後嘅資金博弈就越激烈。港元看似毫無波動嘅匯價，絕對唔係市場自然運行出嚟嘅結果。每一次跨境資金嘅流入同流出，每一輪市場流動性嘅收緊同放鬆，每一次市場對美國聯儲局貨幣政策嘅預期轉變，都會悄悄作用喺港元匯率體制之上。而呢啲肉眼唔見嘅市場變動，最終都會以各種形式令香港每一個市場主體付出代價，無論係打工一族嘅按揭利率、日常使費，抑或中小企嘅融資壓力、跨國公司嘅跨境結算利潤，甚至成個香港嘅樓價走勢、股市估值，全部深深冚死喺呢套睇落簡單實質、極度複雜嘅匯率制度之上。好多人都會有一個疑問：而家香港嘅貿易往來、產業佈局、民生消費早已同內地深度融合。內地係香港最大貿易夥伴、最大客源地、最核心嘅實體經濟依託。兩地資金流動、產業聯動、民生往來早已密不可分。點解喺貨幣體制上面，香港仍然堅持掛雲美元嘅聯繫匯率制度，同美國貨幣政策深度穩定？呢種經濟基本面同貨幣臨定對象嘅錯配，正係當下香港金融體系最核心、最容易被忽視嘅矛盾。好多人擔心呢種長期錯配會唔會令港元匯率體制慢慢失效，甚至有傳言話港元聯繫匯率遲早退出歷史舞台。呢啲講法究竟係事實定係市場流言？想要徹底釐清呢啲問題，我哋首先要摒棄網上碎片化嘅片面解讀，完整系統咁睇懂港元聯繫匯率嘅底層運行邏輯、安全防線、真實運行代價以及未來所有演變可能性。首先可以肯定嘅係，短期之內，港元脫離美元掛劃過啦，匯率制度徹底改革嘅機率近乎於零。呢套運行幾十年嘅貨幣體制，擁有極其清晰嘅運行規則，體量龐大嘅外匯資產儲備作為兜底支撐。同時，香港銀行體係具備成熟嘅流動性調節機制、完善嘅金融監管體系，多重保障一齊督牢咗匯率制度嘅安全底盤。但我哋必須清醒認知，制度短期穩定，絕對唔代表可以一勞永逸、永久不變。現行嘅聯繫匯率制度，本質上係香港為咗換取匯率，長期穩定，擴督全球金融市場持續信任，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主動讓渡貨幣政策獨立性嘅交易。呢套制度運行期間，所有嘅宏觀調節壓力、經濟週期錯配成本、市場波動風險，最終都會單向傳導落香港本地市場，由香港嘅企業、家庭金融機構一齊承擔。呢亦都係點解港元匯價長期穩定。但香港不斷面對樓價波動、利率震盪、中小企融資困難、消費市場疲軟等一連串經濟問題嘅核心根源。絕大部分普羅大眾對港元匯率嘅認知，只停留喺700港元夠1美元呢個固定數字上面，甚至簡單，以為金管局每日喺市場掛牌交易就可以永久鎖死呢個匯率位。但真實嘅市場運行邏輯遠比大眾想象中精細被動。香港實行嘅貨幣發行局制度係聯繫匯率制度嘅核心載體，同普通地區嘅浮動匯率、主動調控匯率體制有本質分別。喺呢套體制之下，香港銀行可以根據既定規則，隨時向香港金融管理局進行港元同美元嘅雙向寄換，而
而金管局就設定2個剛性寄換臨界點，築起港元匯率嘅上下波動防線。當市場港元需求大幅上升，匯價持續走強，觸及75港元求1美元嘅強方未換保證位時，金管局會主動向市場沽出港元吸納美元，向銀行體系注入流動性，壓抑港元升值壓力。相反，當市場資金大量外流，港元被集中拋售，匯價走弱，觸及7.85港元91美元嘅弱方無換保證位時，金管局就會反向操作，買入市場港元投放美元，收緊市場流動性，阻止港元持續貶值。簡單嚟講，7.75同7.85呢2個數字就係港元匯率嘅2道安全防線，所有市場交易只可以喺呢個區間之內完成，一旦觸碰邊界，金管局嘅自動干預機制就會即時啟動，唔需要任何人為決策。呢套自動化調節機制直接決定咗港元流動性嘅鬆緊週期。當大量外資湧入香港市場，港元匯價逼近強方位，金管局持續注資之後，港元市場供應量會大幅增加，銀行體系結餘資金會快速攀升，市場流動性變得寬鬆。而當市場預期轉向資金集中撤離時，港元供應量被動收縮，銀行體系結餘大幅回落，市場流動性收緊，本地市場嘅利率上行壓力就會瞬間加大。就係香港金融體系最特別，亦都最矛盾嘅地方，用剛性匯率區間鎖死匯價穩定，卻徹底失去咗利率調控嘅自主權。市場利率高低，流動性鬆緊，完全由跨境資金流向主導，而非本地經濟嘅真實需求。呢種制度特性帶嚟嘅雙面影響，喺近年市場行情入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其中最近一次完整市場週期就係極具參考價值嘅實戰案例。根據香港金管局發布嘅年度、半年度市場運行報告，對上一年4至5月，香港資本市場活躍度持續提升，加上跨境資金對港元資產嘅配置需求回暖，港元匯價持續走強，多次觸及7.75嘅強方未換保證線。短短1個多月入面，金管局累計觸發4次強方干預操作，合計向市場拋售搦慳194億港元流動性，大規模注資，直接令香港銀行體系結餘資金由447億港元低位快速攀升至人741億港元階段性高位，成個市場流動性即刻進入寬鬆週期。流動性寬鬆最直接嘅結果就係港元短期利率持續走低，大幅低於同期美元市場利率，形成明顯嘅港美息差。喺成熟嘅跨境金融市場，只要存在無風險穩定息差，套利資金就會快速湧入。大量投資者捕捉呢個價差機會，將手頭港元資產寄換成美元資產，賺取穩定息差收益。跨境資金由此開啟持續外流模式，市場風向轉變速度遠超大部分機構預期。只係2個月時間，去到年中6至8月，港元匯價走勢徹底逆轉，多次觸及7.85嘅弱方未換保證位。為咗穩定匯價，阻止資金無序外流，金管局隨即啟動反向干預操作，12次出手買入港元投放美元，合計吸納市場因親199億。港元流動性持續嘅流動性收緊，令銀行體系結餘由1700幾億高位快速回落，8月底直接收縮至541億港元。短短4個月，香港市場完成一次放水收水嘅完整流動性週期，鬆緊撤換嘅速度同幅度，創下近年市場紀錄。好多市場觀察者見到呢種快速流動性撤換，都會產生擔憂。頻繁雙向干預資金大出，係咪代表港元聯繫匯率制度開始失控？其實呢個判斷過於片面，過於草率。從金融制度運行核心標準嚟講，一套匯率制度是否有效，最關鍵嘅指標就係干預機制能否嚴格，按規則執行市場調節渠道是否暢通無阻。呢一次完整嘅強弱方干預循環，恰恰證明港元聯繫匯率制度運行邏輯完全通順，規則執行零偏差，市場調節機制仍然有效。所謂嘅制度失靈只係市場誤讀，但我哋絕對唔可以因此忽略幕後深層問題，亦都係普羅大眾最易忽略嘅核心痛點。制度規則冇失效，但市場環境嘅變化速度已經遠超本地經濟嘅適配速度。以往港美經濟週期基本同步，資金流動節奏平緩，本地企業銀行市民可以從容適應流動性嘅輕微波動，但而家港美經濟週期長期錯位，資金流向撤換極快。短短數個月之內，市場就要由極度寬鬆嘅流動性環境撤換到收緊承壓狀態。呢種劇烈環境撤換會直接衝擊銀行定價體，
係企業融資成本、樓股資產價格，令成個本地市場持續處於搖擺、適配調整狀態。所有市場主體嘅經營同生活都要承受反覆波動衝擊。好多人鍾意用多年前市場數據對比，而家藉此判斷港元匯率體系嘅承壓能力。曾經有網絡數據流傳，早年香港銀行體系結餘一度跌至54億港元，創下階段性低位，引發市場對港元流動性危機嘅恐慌。但翻查金管局官方每日披露嘅市場數據可以發現，當年年中銀行體系結餘實際遺憾為309億港元。網上流傳數據存在10倍數值偏差，呢類不實資訊嘅散播，進一步加劇咗市場非理性恐慌。不過撇除數值偏差，我哋必須承認，近年銀行體系結餘嘅波動幅度、收縮速度，確實遠超以往。週期市場承壓嘅真實體感持續加劇。想要真正睇懂港元匯率體系嘅抗風險能力，絕對唔可以只睇銀行體系結餘呢一個單一指標。香港嘅匯率安全防線其實係3層立體防護體系，3層防線層層兜底，互相支撐，共同構建聯繫匯率制度嘅安全底盤，亦都係香港可以抵透多次全球金融風暴嘅核心底氣。第一層防線就係大眾最常關注嘅銀行體，係結算資金，亦即銀行體系結餘。係最直觀、最靈敏嘅流動性指標，直接反映當下銀行同業市場嘅資金鬆緊狀況，數值快速漲跌，會直接帶動短期利率波動。第二層防線係體量噴大嘅外匯基金同各類外幣金融資產，係金管局干預市場、調節匯率嘅核心彈藥庫，亦是抵擋外部金融衝擊嘅核心力量。第三層防線係香港政府嘅財政儲備資金。作為長期兜底資金，可以喺市場極度承壓、外匯基金消耗過大時，提供持續嘅信用支撐。好多市場分析之所以流於表面，就係只聚焦第一層防線嘅短期波動，忽略咗後2層核心防線嘅雄厚實力。根據權威數據，香港外匯基金嘅資產體量足以支撐匯率制度長期穩定。截至近年年底，香港外匯基金總資產啟步達到4幸入天6 10億港元級別。年度投資收入穩定喺3374億港元左右，如此攀大嘅資產規模，正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年以來一直認定香港聯繫匯率制度具備充足信用資產嘅核心原因。IMF 歷年評估報告入面，始終將香港匯率制度列為穩健固定匯率體系嘅標杆，核心依據除咗攀大儲備資產，仲包括香港透明嘅運行規則、審慎嘅銀行監管體，係穩健嘅財政傳統，以及靈活可調嘅工資物價、資金流動調節機制。但我哋必須建立清醒認知，儲備資產體量龐大，絕對唔代表零風險、零壓力。香港外匯基金嘅資產，缺可並非單一低風險美元現金，而是包含全球債券、股票嘅權益、多幣種外幣資產、另類投資等多元化品類。唔同資產嘅流動性、抗風險能力、價格波動幅度各有不同，雖然對應貨幣基礎嘅核心儲備資產有最嚴格嘅風控管理，可以隨時用於市場干預，攜附港元，但其餘多元化資產會受全球資本市場波動影響，出現階段性盈虧。呢亦都意味住香港嘅匯率安全底盤會隨住全球金融週期動態變化，並非一成不變嘅絕對安全。從制度本質嚟講，香港選擇聯繫匯率制度本身就係一場利弊權衡嘅取捨。呢套制度最核心嘅交易條件，直白亦都殘酷。為咗換取港元匯率長期穩定，獲得全球資本市場持續信任，保住國際金融中心嘅結算同融資優勢，香港主動放棄咗獨立貨幣政策呢，就代表美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週期，就係香港嘅貨幣政策週期。美國嘅加息減息節奏會毫無偏差咁傳導落香港本地市場，香港冇辦法根據自身經濟冷暖、民生需求、產業現狀，自主調節利率、放鬆或收緊流動性。呢種制度安排喺港美經濟週期同步嘅階段，幾乎唔會產生明顯副作用，甚至可以借助美元嘅全球信用，降低香港融資成本，穩定市場預期。但當兩地經濟週期出現嚴重錯位時，制度弊端會被無限放大，亦都係當下香港經濟面臨嘅核心困境。現階段市場格局入面，美國經濟經常呈現高通膨、高消費、高增值嘅狀態。聯儲局為咗壓制通膨、穩定經濟，需要長期維持高利率政策。而同一時期嘅香港，往往面對樓價調整、零售消費疲軟、中小企經營困難、實體經濟需求不足嘅困境。本地市場急需低利率寬鬆，
環境提振經濟，放緩經營壓力，減輕家庭負債壓力。但聯繫匯率制度鐵底鎖死咗香港嘅政策調節空間。就算本地經濟疲軟，只要聯儲局維持高利率，香港就必須被動跟隨收緊流動性，維持高利率環境，冇辦法透過減息刺激經濟奮困市場。相反，當美國經濟衰退，聯儲局大幅減息寬鬆時，就算香港本地樓市過熱，資產價格偏高，都只可以被動跟隨寬鬆，進一步推高資產泡沫，加劇市場風險。呢種被動窮定嘅政策模式係聯繫匯率制度與生俱來嘅局構性缺陷。而隨住香港同內地經濟融合度持續加深，同美國本土經濟關聯度持續弱化，兩地經濟週期嘅錯位頻率會越來越高，錯位幅度越來越大，制度帶嚟嘅調節成本亦都會持續攀升。呢種跨區域政策錯位帶嚟嘅影響，會精準滲透香港社會每一個角落，對普通家庭、中小企、金融機構產生差異化衝擊，絕對唔可以用籠統嘅市場穩定一筆帶過。聯儲局嘅利率調整睇落係後院嘅海外金融政策，實質直接決定香港所有市場主體嘅資金成本。美國利率變動會逐步傳導至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繼而影響市民嘅按揭流息、定期存款利率、信用卡分期利率以及企業嘅經營性貸款利率。對於背負樓按經營貸款嘅家庭同中小微企業而言，聯儲局高利率政策代表月供壓力上升、融資成本增加、現金流收緊。喺實體經濟需求疲軟嘅大環境之下，好多中小企會因此陷入經營困境，部分家庭會出現消費收縮、資產縮水嘅問題。市作為香港家庭最重要嘅資產載體，對利率變動極度敏感，長期高利率環境會持續壓抑樓市購買力，壓低樓價同租金水平，直接導致家庭財富縮水、物業抵押品價值下降，繼而引發連鎖反應，裝修家電、零售餐飲、中介服務等上下游行業同步承壓，成個實體經濟活力持續回落。但與此同時，呢套制度亦都會令部分群體受惠，形成社會財富嘅重新分配。對於手握大量閒置資金嘅退休人士、穩健型投資者而言，被動跟隨美國高利率環境，令港元定期存款、低風險債券收益率大幅提升，唔需要冒險投資高波動股票，另類資產就可以獲得穩定被動收益。同時穩定嘅港元匯價貼底，消除咗本地貨幣嘅匯率波動風險，令持有港元資產嘅穩健投資者唔使擔心匯率穩值損失，資產安全性大幅提升。呢就係聯繫匯率制度最真實嘅運行狀態，維持咗整個金融體系嘅宏觀穩定，卻製造咗微觀層面嘅利益分化同成本分攤。成千上萬嘅中小企、背負樓按嘅普通家庭，要承擔週期錯配帶嚟嘅經營同生活壓力，而手握閒置資金嘅穩健投資者、大型跨國企業就可以喺制度框架之下穩定獲益，規避市場風險。大型跨國集團可以透過發行美元債券，答辯跨境資金池、多幣種對沖等分絲，完美抵消港美利率錯配、匯率波動帶嚟嘅影響。但本土小商戶、貿易企業、普通家庭冇任何對沖工具，冇跨市場操作能力，只可以被動承受所有市場衝擊呢，亦都係制度運行之中最容易被忽略嘅社會公平問題。當貨幣政策鐵底失去自主調節空間，無法適配本地經濟需求嘅時候，穩定經濟、穩困市場嘅所有壓力就會全數轉移到香港政府嘅財政政策同銀行審慎監管政策之上，亦都係近年市場高度關注香港財政狀況嘅核心原因。財政儲備嘅厚度、財政缺口嘅健康度，已經成為支撐聯繫匯率制度信心、對沖外部風險嘅第二道核心底牌。過往市場對香港財政嘅認知停留喺零外債、儲備充足、抗風險能力強嘅固有印象。但近幾年香港嘅財政缺口已經發生根本性轉變，隨住樓市調整持續深化，香港賣地收入大幅收縮，樓市相關稅收、規費收入同步驟減，土地財政嘅支撐力度持續減弱。與此同時，社會公共開支、民生福利、醫療教育、養老保障等剛性支出逐年遞增，財政收支缺口壓力不斷攀升，徹底告別咗過往收支寬鬆、儲備穩步增值嘅時代。翻閱近年官方發布嘅財政預算數據，我哋可以清晰睇到香港財政缺口嘅真實狀況。上一個財政年度，香港下面錄得513億港元嘅經營盈餘，但為咗覆蓋基建、投資民生開支，政府發行650億港元債券，
同時動用517億港元儲備資金。經過多重調節之後，最終綜合盈餘只係29億港元，財政儲備維持喺6,572億港元體量。下一個財政年度預期經營盈餘入合失9億港元，但資本自支出高達9.1億港元。政府計劃透過力談600億港元發債融資，擁劈97億港元長債操作，最終實現逆敗21億港元綜合盈餘。財政儲備輕微升至6,793億港元。表面睇落，財政數據持續轉正，儲備體量維持高位，市場似乎可以樂觀解讀為香港經濟全面復甦，財政狀況穩健向好。但命理會計層面嘅收息，深入拆解收支缺口就會發現，現階段嘅財政轉正，好大程度依賴政府發債儲備調配、大型基建項目、資金流轉，而非實體經濟持續盈利同稅收增。政府亦都公開明確，未來5年每年會投入力碳100億至力碳600億港元，用於各類建設開支，當中過半數依靠融資手段支撐，並且嚴格區分債務用途，絕對唔會借債覆蓋日常經常性開支。整體債務佔本地生產總值比例維持喺2成以內，喺全球發達經濟體之中仍然處於較低水平。但市場評判財政健康度、匯率制度可信賴度，從來唔會只睇最終嘅綜合盈餘數字。核心係睇收支缺口嘅可持續性，依靠發債動用儲備換翻嚟嘅帳面平衡，同依靠實體經濟增收稅收穩保增值實現嘅財政平衡有天壤之別。土地收入嘅周期性波動、實體經濟復系乏力、剛性民生開支持續增至，都係長期存在嘅極可性問題。如果市場無法清晰區分經營收支資本、開支融資操作嘅邊界，官方只係用單一綜合數字展示財政狀況，只會加劇市場嘅猜疑同不確定性，削弱投資者對港元制度嘅長遠信心。好多人中意將而家嘅香港港元制度同2001年崩潰嘅阿根廷固定匯率制度做類比，藉此判斷港元嘅未來風險。但呢種對比完全忽略咗兩地嘅經濟根基、金融體系、監管機制嘅本質差異，參考價值極低。當年阿根廷比索掛為美元嘅固定匯率制度崩盤，核心根源係長期財政失控、龐大外債壓力、銀行體系脆弱、實體經濟空心化，政府持續靠印樓借債覆蓋財政缺口，最終耗盡外匯儲備，貼底失去匯率干預能力，制度崩塌係必然結果。而香港同阿根廷有根本性區別，亦都係港元制度可以長期穩健運行嘅核心根基。首先，香港擁有全球最穩健嘅銀行監管體系，資本充足率、流動性覆蓋率、風險撥備水平長期高於國際標準，銀行體系抗風險能力極強。其次，香港資金進出自由金融市場高度開放，外幣資產儲備充足，唔存在資本管制、資金凍結嘅問題。再者，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擁有成熟嘅跨境支付、融資資產管理體系，市場深度同廣度遠超普通新興經濟體。最關鍵嘅係背靠內地烹大經濟體量同政策支撐，投機資金想要惡意沽空港元，衝擊匯率制度嘅成本極高，幾乎唔存在單方面碾壓市場嘅可能性。但阿根廷嘅匯率危機仍然具備重要警示意義。所有固定匯率制度嘅崩塌，從來都唔係單一因素造成，而係長期財政失衡、儲備消耗、經濟競爭力下滑、市場規則失效、社會調節能力弱化等多重問題持續累積嘅結果。現階段嘅香港雖然冇任何崩盤信號，但絕對唔可以憑住現有防線充足就放鬆警惕、躺平應對。持續優化經濟、國好修復財政收支、提升實體經濟競爭力、完善金融監管，係維繫匯率制度長期穩定嘅必要前提。除咗港美貨幣共定嘅核心矛盾，當下港元體系仲有一個極具爭議，同時決定未來變局嘅核心變量，就係人民幣嘅崛起同跨境流通。好多人用一隻船撳兩個笠形容而家香港嘅貨幣格局，呢個比喻非常貼切精準。現階段嘅香港同時身處兩大全球頂級資金體系嘅交匯中心，美元體系承擔香港嘅全球融資、跨境結算、資產定價功能，係香港維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嘅核心依託。人民幣體系就深度穩定香港嘅實體經濟、旅遊消費、貿易往來產業合作，係香港民生經濟本土產業嘅核心支撐。雙貨幣體系並存嘅格局，為香港帶來獨特嘅雙向優勢，亦都製造咗全新嘅週期錯配壓力。當美元走強，聯儲局進入加息週期，港元會被動跟隨美元升值，而
而內地經濟往往處於穩增持寬流動性週期，人民幣匯價走勢相對平穩或偏弱。呢個時候，內地旅客來港消費、內地企業來港合作嘅成本會被動上升。香港嘅旅遊零售服務出口產業會直接喪失價格優勢，實體經濟需求持續走弱。呢種市場壓力唔係來自港元救美元嘅匯率波動，而係港元跟隨美元走強之後，告人民幣嘅被動升值。呢種結構性匯差會持續壓抑香港本土實體經濟活力，繼而影響就業營收資產價格，形成負面連鎖循環。但我哋亦都唔可以否認，港元掛為美元嘅制度設計，為香港帶來無可替代嘅國際金融優勢。全球投資者配置港股、港元資產，開展跨境貿易融資，都可以依託成熟穩定嘅美元風控體系交易，唔需要承擔複雜嘅匯率波動風險制度變更風險。如果香港貿然放棄美元掛華制度，全面轉向其他貨幣體系，全市場所有企業嘅貿易合約、融資協議、對沖工具資產負債，佢哋都需要全面重組銀行風控體系、市場定價體系、跨境結算體系會徹底調整，產生嘅轉換成本、市場波動風險、信任流失成本，係現階段香港市場無法承受嘅。基於呢種利弊權衡，香港貨幣體係未來最可行、最穩妥嘅演變路徑，絕對唔係一次性貼底改制，而係長期維持美元掛核心制度不變，同時持續擴容人民幣金融生態，令兩大貨幣體係互補共生、雙向緩衝。近年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人民幣債券發行量、跨境人民幣結算規模互聯互通產品體量持續穩步增值，就係最清晰嘅提示信號。透過豐富人民幣投融資結算避險工具，令香港企業投資者可以根據自身業務需求、交易場景自主選擇結算幣種、融資幣種，逐步降低全市場對美元體系嘅單一依賴，用漸進式改革取代激進式制度更迭，最大限度規避市場風險。市場一直存在兩大熱門之道軌各猜想，分別係一籃子貨幣掛立同人民幣單一掛立，兩種方案各有優劣，但現階段都不具備落地條件。首先係一籃子貨幣掛模式，以新加坡匯率制度為參考，將美元、人民幣、歐元、日元等主流貨幣按權重組合，形成綜合貨幣流值，此對沖單一美元週期嘅波動影響，貼合香港多元化嘅貿易同金融結構。從理論層面嚟講，呢套模式可以完美解決港美經濟週期錯配問題，降低單一貨幣諗定嘅風險。但落地操作嘅難點極為突出，最大問題在於規則複雜度大幅提升，市場透明度大幅下降。現行港元匯率制度嘅核心優勢就係簡單透明、規則清晰，7.75至7.85嘅波動區間一目了然，所有市場參與者都可以精準預判匯率邊界干預邏輯，市場預期極度穩定。一旦切換為一籃子貨幣掛穩模式，貨幣權重需要動態調整匯率波動，區間需要靈活變動，規則嘅不確定性會大幅提升，市場猜測空間、風險溢價會持續增加。對於香港呢類日均交易量大、高度依賴、穩定預期嘅自由金融市場而言，規則模糊帶嚟嘅潛在風險遠大於制度優化嘅收益。而直接掛關人民幣嘅改革方案，雖然可以完美貼合香港同內地嘅經濟聯動節奏，徹底解決港美週期錯配問題，但現階段同樣存在無法突破嘅制度壁壘。核心制約在於人民幣尚未實現完全自由契換，內地存在常態化資本踩戶管理機制，而香港係完全自由嘅資金流動市場，兩種差異化制度體係無法直接適配。當全球跨境資金大規模進出香港市場時，需要貨幣立提供充足嘅流動性對沖能力，而尚未完全市場化嘅人民幣無法滿足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海量交易需求。強行改制會帶來巨大嘅不確定性風險，得不償失。除此之外，黃金掛為自由浮動匯率兩種備選方案，同樣唔符合香港嘅市場定位。黃金總量增值緩慢，流動性有限，價格波動極大，而且冇利息收益，無法滿足現代金融市場嘅海量流動性需求。危機時刻無法快速釋放流動性對沖風險，完全唔適合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貨幣立。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會令港元匯率利率完全被全球投機資金掌控，暴升暴跌成為常態，徹底摧毀香港穩定嘅金融環境、貿易環境，直接撼覆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核心根基。綜合所有制度方案嘅利弊同可操作性，可以確定
現階段維持原有聯繫匯率制度係成本最低、風險最少、穩定性最強嘅最優選擇。但必須再次強調，維持制度不變，絕對唔代表可以躺平不作為。制度只係基礎保障，想要降低週期波動壓力、放緩市場衝擊、規避長遠風險，核心在於持續優化香港嘅經濟、財政結構、金融生態，令本地市場擁有更強嘅抗風險彈性，弱化貨幣制度帶嚟嘅被動調節壓力。想要構建更具韌性嘅市場體系，首先要優化財政管理模式，徹底釐清經營收支、資本開支、融資操作嘅邊界。政府開展大型基建、長期資本投資時，需要向市場清晰披露項目回報、週期現金流測算潛在風險，避免用短期下面盈餘掩蓋長期局可性問題。土地收入繁榮週期，唔可以將一次性賣地收益當成永久，經營性收入隨意開支，必須做好儲備累積。土地收入低迷週期，嚴控經常性開支擴張，避免長期依賴發債覆蓋日常營運，守住財政可持續嘅底線，用健康嘅財政決可支撐貨幣信心。其次要打破樓市同利率嘅深度緊定關係，降低家庭同市場嘅利率敏感度。多年以來，香港樓市長期依賴超低利率環境發展，絕大部分家庭嘅物業負債、企業嘅商業地產負債都集中喺浮動利率體系之下。一旦利率上行，即刻引發消費收縮、經營承壓、資產縮水嘅連鎖反應。後續需要持續優化房屋供應，決可審慎調控按揭成數，完善樓市風險對沖機制，令樓市逐步脫離對低利率嘅極度依賴，弱化利率波動對民生消費、資產價格、市場信心嘅衝擊。再者要拓寬中小企嘅融資渠道，破解單一銀行貸款嘅融資困境。現階段香港大量中小微企業高度依賴本地銀行信貸，融資渠道單一，風險集中。一旦銀行收緊信貸利率上行，企業即刻陷入資金鏈緊張困境。未來需要持續推廣債券融資、供應鏈金融政策性擔保融資、人民幣跨境融資等多元化工具，分散企業融資風險，降低對本地銀行信貸嘅依賴，同時依託政策性工具精準扶困實體經濟，守住中小企經營底線，避免市場風險集中爆發。最後持續深化人民幣金融生態建設，打造雙向緩衝嘅貨幣體系。喺堅守資金自由流動、美元核心制度不變嘅前提下，持續豐富人民幣存款、債券、基金、衍生品、跨境結算等金融產品，擴大人民幣喺香港本地貿易投融資、跨境交易嘅使用場景，令美元體系繼續承擔全球融資及國際定價嘅核心功能，令人民幣體系承接內地聯動、實體經濟、跨境民生嘅需求。雙體系並存互補，為香港搭建一層抵擋美元週期波動嘅緩屏障，逐步降低單一貨幣定嘅結構性風險。對於普羅大眾、投資者、經營者而言，無需過度沉迷網上碎片化嘅匯率解讀制度猜測，真正可以預判港元制度風險、把握市場勢嘅係6個可以長期跟進、簡單易明嘅核心指標。第一個指標係港元匯價嘅常態區間位置，長期貼近7.75，強方線代表市場港元需求旺盛，資金流入，長期貼近7.85，弱方線代表資金流出壓力偏大。逆行持續時間同市場環境就可以判斷短期市場情緒。第二個指標係銀行體系結餘，數值快速收縮代表流動性收緊，利率上行壓力大；數值穩步回升代表流動性寬鬆。需要區分技術性波動同持續性資金外流。第三個指標係外匯基金資產規模同投資表現，重點關注長期資產、穩定性貨幣基礎覆蓋率，而非短期迎雞波動。第四個指標係財政收支結構，重點區分一次性收益同常態化營收，判斷財政可持續性。第五個指標係港美經濟同通脹週期差，週期錯配幅度越大，制度運行成本越高，市場壓力越明顯。第六個指標係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持續增至，代表市場緩衝能力穩步提升，制度轉型嘅基礎條件日頭成熟。從長遠視角嚟睇，港元聯繫匯率制度嘅未來幾乎唔會出現突發式制度變革，大概率係長期漸進式優化升級。未來數年，我哋會見到港元核心匯率規則保持不變，但外圍金融生態持續迭代，人民幣資產佔比持續提升，債券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流動性工具更多元，雙幣種風險管理體系更成熟。香港金融市場會喺堅守美元掛為優勢嘅基礎上，逐步適配美元人民幣雙主導嘅全球貨幣新格局。
實現穩中迭代、穩步升級。但成個體系有兩條絕對唔可以觸碰嘅風險紅線，一旦突破，市場信心會快速崩塌。第一條紅線係財政常態化失衡，長期依靠發債消耗儲備覆蓋日常開支，徹底破壞財政可持續性，瓦解匯率制度嘅信用根基。第二條紅線係銀行體系資產質量惡化，高利率環境之下，物業抵押品平值，企業不良，貸款攀升，銀行流動性同資本充足率承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只要呢兩條紅線唔被突破，配合成熟嘅監管體，係充足嘅儲備彈藥，靈活嘅市場調節機制，港元聯繫匯率制度就具備持續穩定運行嘅核心底氣。回顧歷次全球金融風暴同區域貨幣危機，可以發現，香港嘅匯率制度從來唔怕規則之內嘅正常波動，唔怕週期性資金進出。真正需要警惕嘅係結構性問題，長期累積市場預期持續惡化，制度透明度逐步弱化。呢套制度可以承受經濟週期陣痛，可以消化利率波動壓力，可以抵替外部資本衝擊，但無法抵消內部結果持續惡化帶嚟嘅長期損耗。對於普通市場參與者而言，無需恐慌港元匯價短期波動，亦唔需要盲目跟風各類制度變革傳言。普通家庭可以合理規劃，負債缺口預留現金流緩衝空間，避免資產同負債幣種錯配。中小企可以主動拓寬融資渠道，豐富結算幣種，對沖週期波動風險。投資者可以依託雙貨幣體，係分散配置，兼顧穩定性同成長性。理性認知制度利弊，敬畏市場週期，做好風險對沖，先係應對市場變化嘅最優解。總括而言，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現階段仍然具備充足嘅合理性同可行性。幾十年嘅實戰經驗、雄厚嘅儲備資產、成熟嘅市場機制，足以支撐制度平穩運行。制度嘅核心矛盾從來唔係規則失效，而係港美經濟週期長期錯配，本地經濟結構適配性不足。未來嘅變革方向亦都唔係推翻現有制度，而係透過經濟、財政、金融、貨幣生態全方位優化，逐步降低單一美元撳定嘅風險，打造更具韌性、更適配新時代格局嘅金融體系。港元從來唔係一套完美嘅貨幣制度，佢永遠都喺穩定同成本之間揾平衡，喺規則同週期之間不斷適配。但幾十年市場實戰證明，呢仍然係最適合香港、最可以兼顧國際金融地位同本地市場穩定嘅制度選擇。真正決定港元未來嘅，從來唔係某一個匯率位、某一次資金波動，而係香港能否持續優化經濟，確保修復財政穩性、完善金融生態、深化雙向貨幣佈局。只要內部根基穩固，外部週期波動、市場情緒起伏，終究只係階段性市場插曲。睇到呢度，相信你已經徹底睇穿港元聯繫匯率嘅底層邏輯、隱藏代價同未來走勢。如果你覺得呢篇深度分析有用，即刻點讚、收藏、轉發俾身邊嘅朋友，等更多人遠離網上碎片化留言，睇清楚香港金融市場嘅真實格局。歡迎大家喺留言區傾偈，講下你對港元走勢、香港經濟前景嘅睇法，我會逐條回覆互動。最後一定要訂閱我嘅頻道，鐘埋小鐘開啟通知，後續會持續更新香港金融、跨境經濟、全球貨幣週期嘅深度攤貨，帶你避開認知誤區，讀懂財富底層邏輯，唔錯過任何一個市場變局。